弟姐妹，这个在上帝里面啊，抢一下相信佢，就係用我信心。行在社會裏啲，就出門也係用信心。最後嘅啲，即刻離開呢世間，也係用信心滿嘅。嗱，所以呢個經書講話即家，在呢個歌羅西1 23節咁講到，因為到你係用功在信心裏嘅方面，本係滿一啲唔冇交通，唔冇電細走，在呢信心嘅方面，透過呢個福音傳出本一個ทาง嘅。嗱，而家唔冇電呢個社會呢啲嘅白色通。細走，所以自家嘅信心，自家嘅信心係一嚟係一強，一嚟係一滿，冇電細走，冇半一白色細走，冇半社會各樣嚟對自家嘅信心弱，係增加強，人班人自家嘅信心又增加強啦。嗱，呢個經書講，嗱，信心都係從ทางนี้嚟，ทาง上帝耶穌基督嘅法。要增加自家嘅信心，增加強，信心強嘅講，自家去做呢個信心去做，但係自家做呢個信心去做嚟講，一天自家要得勝，要忍呢一切嘅痛苦，一切嘅不捨，一切對自家嘅信心弱嘅，因為自家嘅信心從ทาง基督嘅法而嚟嘅，到ทาง基督嘅法，自家嘅信心一嚟一強，阿門。